他是上海市公认的枪神，而且不分男女。但他的和平精英更厉害，直接被官方判为外挂。哎，疯了！我们经常组队打和平精英，但由于我枪法太准，经常被人举报开挂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想对和平精英的团队说一句：那个东岳小可爱啊，他不是开挂，他是真的练过，请把号还给他，谢谢。你敢信吗？眼前这位小姐姐，2018年第一次摸枪，2021年就获得了上海特警总队狙击之王的称号。一开始我真的很好奇，现实打枪和游戏打枪能一样吗？为什么他和平精英也这么强呢？直到看过这段采访，我才明白，努力真的很重要。其实我如果出现一个细微的问题，我会反复去抠那一个细节，把那个细节练到位，就分段训练。我所有的训练都是为了关键时候能够百发百中，但我也真心希望我的职业生涯能够一枪不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特警平。